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13，申命记31章8节安尼讲：耶和华要行伫你的面前，伊要甲你伫地，伊无离开你，也无放杀你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。三甲来祈祷。行伫阮的面前，要甲阮伫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生命的根源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你是快乐的供应者，你是福气的赏赐者，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帮赞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倚靠你，也要来高举你至圣的名。主啊，我要将阮的一切交托伫你的手，因为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。因为你的道路远过阮的道路。主啊，虽然有时头前的路充满侪侪危险甲艰难，总是你要行伫阮的面前，你要甲阮伫地，你无离开阮，也无放杀阮。因为安尼，阮就无得惊，也无得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